刘诗诗离婚事件摧残之下，昨天180度大反转了，五官惨不忍睹。以前漂亮的瓜子脸呢，现在变成马脸，被形容呢面目全非、大走样。吴奇隆看了会不会冲上山头大喊大叫啊？也有心水清的粉丝啊，证明偶像不可能断崖式的崩溃，有可能呢是 P 图下了重手，才不像人形。此外呢，张碧晨跟赵丽颖啊，两个大美人呢，原来都是同臭之夫来的。张碧晨喜欢在厕所睡觉，更爆料好闺蜜赵丽颖啊，就喜欢在厕所吃饭，令人的五官惊人的，一边吃梅菜扣肉，一边说好香好香。相亲的时候，如果告诉对方有这种爱好呢，男孩子也还是不妥的。另外呢，曹猛昨晚在美国上班社唐人街登台啊，发现只有蔡依智跟苏志威啊，蔡依杰就失踪，那他生病不能随队啊。苏志威跟刘小慧摆地摊卖女孩底裤啊，经常被小贩队追，反而呢人家身体就杠杠的。蔡依杰这次生病也是夺宝啊，因为在唐人街登台啊，华侨出手大方的啊，送的花牌都是美金砌成的啊。